Wait a moment, please. 老板，结账。老板结账。啊，好的。小齐，3号桌的账单。好嘞。老板，我们玉米沙拉什么时候上？哦，稍等，我给您催一下。冰冰，5号桌的沙拉给人家催快一点。哎，好。5号桌的玉米沙拉快一点。哎，这桌的账单给我。 Excuse me, 200, please. 棉姐，玉米沙拉好了。等一下。5号坐的。5号桌的。我来。 太太，你的玉米沙拉请慢用。哎呦，这不好意思啊，太太，今天呢有点照顾不周，非常抱歉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不也上来了吗？要不这样，太太，我给你赠送一杯免费的果汁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哎呦，太谢谢你了，小伙子，这服务太好了，太周到了。那先这样，您慢用。你都忙成这样了，就看不到我坐在那儿等你指挥吗？姐，你这账单怎么有问题啊？这，您稍等一下。莲姐，你别管，我来。这位先生，你怎么了？你就是这店的老板啊？你看看自己的账单。实在不好意思，先生。那这样吧，先生，我给你打个8折，好不好？来吧，继續啊，來吧。好了，10個。喂，拿得出啊？要局呢是不是？下回罰酒啊！來，再來。聽好了，說。別動，別動，你是個螃蟹，我的哎呦嘟呀嘛呢？我說楊大偉，一晚上心不在焉想什麼呢？啊？出來玩，大家聚一塊兒，就你這麼喪，有必要嗎？啊，你說你不抽煙不喝酒不說話不玩遊戲的，你這圖什麼呀？啊，咱出來玩是為什麼？咱們出來玩就是為了放鬆，為了瀟灑，來揮霍啊！你這是幹什麼來了？啊，咱們出來玩就是要做老婆不讓幹的事兒，老婆在身邊不敢幹的事兒，爺們兒這是，你看看那慫樣。你現在這個樣就是個0分，知道嗎？0分，0分。我估計啊，他在家就這慫樣，就是這慫樣，根本就不敢跟老婆說話。你敢直視你老婆雙眼嗎？你老婆瞪你一眼，你連屁都不敢放她。在家都不敢當人說話了啊？是不是？今天出來玩是不是提前請的假？回去晚了是不是得提前打報告？回去晚了是不是得跪搓衣板啊？還得睡沙發，我跟你說，空調都不讓開，被子也不讓蓋啊，廁所都不讓上。那時候叫搓衣板，現在叫 CPU。楊大偉，你還有脾氣啊？脾氣還大，是不是說的過分了？哎呦，但是他只敢跟咱們發脾氣，回家跟只小貓似的啊！咱們慶祝一下吧，楊大偉發脾氣了。來。脾氣越來越大，哎，你呀還別跟我們生氣，有本事你給那老娘們打一電話，他吧，他不，他肯定不敢，我賭他不，我賭一杯，我給你賭一瓶，我跟你說你輸定了，是嗎？我絕對的。哟，
可不！我他妈是个男人，我他妈有尊严，你有工作有事业，我他妈是男人，我一定比你强。喂，大伟。滚！我去。我去，牛皮啊！我去是行。哎，听好啊，在场的各位有份儿啊，全场开香槟，我请客。坐起来，来，哎呦，希望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干杯！小叔叔，过来，过来，可站，哎，冬眠，你喝醉了吧你？别老这样，人家会不好意思的，是吧？人家不开心吗？我也不开心，冬眠，你为什么不开心啊？我觉得你们男人都是那种视觉动物，只关注这女生长得好不好看，这罩杯是 A 还是 C， 其他的一切都不在乎。所以你们男人看上的只是一层皮。对，我不是，我觉得你也不是，所以你要替那些臭男们喝一个。我跟你说啊，可风也不开心。没错，哎呀，就你让大伟这人吧，有时候太大男子主义了。明明是他做错了事儿，他就是不给我道歉。这个杨大伟自己做错了还不道歉，看我不把他，哎，他就是一个不会哄女人的男人。对，他说为了不会哄女人的男人，在家里面干了。